去年夏天要领进小姐妹去西陵游赏湖，哎，记得小姐问太太打了句，大家还得本走不归，因为这条路都就忘了哩。心境万为子，吾人如花生可不是吗？天都快黑了，状儿现在无花堂里，谁是比不对嘞？真多，进去一探耳朵。对，姐妹们正着我讲，吵吵嚷嚷，叽叽喳喳，把无他路的二路都减肥两里。哎，小姐，这些事你都是怎么想出来的？简直是我灵我眼呐！我啊，谁是这样一想，谁想起来了。小姐了不起，了不起！上几期的怎么神在不知归路，心情万为子，我曾女花深处进去一趟雨路，征途，进去一趟雨路，征途，进去一趟雨路。真多，进去一探，路，好事，好事！哎，多云是自持，大家见言心事。十成一醉叹恩，不相识。起来用真心心思，如浓花水欢情一句。须走，闭门为师，却把情来续。公子，李清照看见我们了。喂，是谁啊？推困人家私家花园，修亦不修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哎，我们
日神道经过，不经意看了一眼，嘿，九爷啊，秀爷爷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我看见了李清照小姐在荡秋千。你怎么知道她就是李清照呢？哎，露浓花瘦，薄情意透。何修州一门为首，恰把青梅心。才女风行，众人想恰不与盆，风华尽都见群英，千生生死一面缘，金冷冷是对天人，为什么？原来是少家公子，舅娘，清照小姐，小姐娘。女情心，那日暗中讲回顾，听见你踏着秋千，把心事因此每日来等候，谁人了这一本情，找心事何时分？新世界李清照，随风长，新世界莫相称，又是喜又是惊，心绪不宁。朝廷问朝明人。
其今日我始终之意。其实他心儿砰砰跳，其他他脸儿泛红晕，其他他胆儿都润塌，其他他女儿变得轻。曹公子。不必为花园去为做丫头迎进门。不必为，不必为，锦溪开门。
锦心，夫人，锦心，老爷你。卫兵夫人，老爷一清早就起来，急急忙忙叫上解命，陪他逛街日到古东啦。呀，那为何不招呼我一声？夫人不是浓醉不消残局吗？其实我也何尝浓醉，我啊，是正在想新的事呢。夫人，早饭已经做好，你是不是又不去啦？既欲早茶，何必早饭？不去，不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情人关到几日上，到来的北方。老爷老回来了什么？呀，这可是西周的古典，东婚的少辈呀！怎么只一把孙子，一件衣裳便忘了嘞？是啊，唉，只因为今人环境边关告急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所以都将这些古器廉价变卖了啊！我怕这些古器流失，就将他们都保回来了。名人，你做得对，只要将这些富家之宝买回来，就是垫了家当，当了房子，清早也不远啊！夫人，建明，快把2件宝物拿到上镇过去。哎，名人，来坐下，喝杯热茶吧。怎么，看样子夫人又要与我对茶菜蔬？名人，这是你我最爱喝的小龙团上，这是泛泛引来味面发味，不是煎茶菜蔬对牙齿，你看是何呢？好，老规矩，苏在罚他碰盏，生在赏他饮茶。来，哎，不过夫人可不许耍赖哦。咦，我何曾杀过来呢？解密静心，你们小夫妻2人当场作证。好，我们作证，对不起他来。好了，夫人，彻底吧。名人，你我所言通晓大胆，欣赏的是何人岁数啊？嗨，这个连我都知道，真是8、7岁数的冷眼睛。谁叫你多嘴？不说啊！夫人，未免太简单了吧？不说，就不说。夫人，再问，
那法居易八乐天曾经写过山水洞的诗，你讲呢？你也读嘴。哎呀，夫人今的所问未免太简单了。哎，碰赞，名人且慢。一江暖，分地一无此，欢喜行人与故宿，思念自家谁继续？老天老公去肉，去无地。当然是在江南了。红簪。哎呀！我错了！把居易王爷是在洛阳。哎呀！一步当心，哎呀，错了！老爷碰茶，好，碰赞就碰赞。夫人，请。名人，你还要问吗？要问。好，那你听上。山水一江落，皆与什么数？此树在堂上，只有哪一树？哪一树？哪一个？哪一人？哪一步？不要你背着身来闭上眼，心生眼泪，这部书。好，这杯茶我是应定了啊！把事上清闲，便是这无数。上雨归来堂，桌上提起书，有些三个常识人自有相助。书，无字夫人，你要说句心，你可不能杀来哦！听我听。记里说，老爷，你有福了！不会吧，姐妹，哎呦，夫人，我认输，明人只好为你碰赞了。夫人，请。
今日总算我夫人必过必寿。明是你说并寿，你说嘛？好，我说就我说啊，品茶。夫人，这句心里话，我真想老于思想啊。可惜，宁人，你想说什么？夫人，我夫妻才亲嘴实意一成亲。天上一句恰不了满身出伏边心人，那军人应是虎步快中原，风声尽雨鸟，我旅人走夫人啊，万一在乎杀过来，只怕我你从此心。是啊，一旦今日大举犯境，朝廷必定征用官员。我真担心你这今日之身，早晚官袍加身，到那时从边境到天津，夫妻实在好成群。这里精心算上的是欲望，这里防止今日的日间乱，这里有从今甘美的富家宝，这里有三代夫妻应上欢聚，这都是你我两家几代人间，已昨日苦心守旧，已装一件情
放心，你我虽然没有一男半女，但这些宝物虽是同你我的儿女，你我的骨肉呀，虽是他们，就是同谁是了我们自己。夫人，明人禀老爷夫人，门外有位张世最大人，自称是老爷的本儿，前来造访。张世最，哦，快，请他进来。是明人，这是何时的朋友？我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？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位张世最乃是我的同科进士，列校经常。早些时候曾来过1-2封书信，想与名人结交，因我为节日为先，便也淡了。时隔多年，不料今日忽然来访。既是同年之遇，何妨一见？夫人不用回避。明真兄，呀，世最兄，老朋友，同喜呀，同喜。喜从何来？明真兄，你看呐。世最兄成了官者。是啊，小弟无罪，臣兄来追。怎么？明人兄官文为你送达，我可是早已当听到了请坐请。呀！明人兄故传今日大家，这傀儡堂也名不虚传慢来，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。见过张先生。是最见过少夫人。张先生，请用茶。不用，是最上人多中，人到拜访。本以为可以和明仁兄同饮一人，既然明仁兄官文为你送到，小弟也就不便耽搁了。说实话，本以为可以在归来堂宽让过3天3夜呀。告示。世最兄官不在身，明人不管拘留。送世最兄，不必送。这位张世最到底是做了官了。他说你也成了官者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但愿到天都是。老爷，官文下来了。继父来追上身。家永生之际，
就令你上身可是我实在是当不了这个，实在是杀不得你，杀不得这归来当啊！请早晨归来当边塞。凡你转火烧来，归来当也不在了。归来当不在，风起正报一定在。谢夫人，一字官文不由己，府内严明夫来走。凡一情事不用还，我要你人杀金人欲在报，分期一件不能断，不惜从今梅出马，平安送空大道来走。等到财季太平安，我是当时去观着送还青州，与你归来堂上共把头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说话呀！明日为妻弹上一曲，为你建议。去也，千万别阳关，也战绿。年富临人远，烟树金缕，飞雨流年流水。因念我终日人美，人美此从今有天一段情，
我等不妨在此等候，与他切磋切磋。是啊，我等在此为李清照把酒接风，也算尽了地主之谊呀。哎，这是听说那位邵明仁邵大人近来身体不爽，恐怕不能亲自来接李清照你。那我们在此稍待片刻。好，对，起。弹指弹中原人上，弹指弹没了家乡，弹指弹情人分离，弹指弹山高水长，小姐明应征当兵，好男儿血气方刚，自家书归来堂上，潘夫人相聚健康，邵大人来了。见过邵大人。多谢诸位江南才子前来迎接清照，实不官大。哎，能与大今日家大事人交过朋友，乃是我等求之不得的事情呐。是啊，求之不得。哎呦，官大！老爷，夫人来了，老爷。夫人回来了，孩子。夫人在哪里？老爷，夫人在哪里？怎么，明人你病了？不妨事。哦，夫人，来。
夫人，你也睡了。明日我把归来堂能搬的都搬来了，一共装载了15处啊！我知道，你为了这些水账，一定吃尽了苦。明生。乱情故长江，才怜黎明流西苦，为防家乡来听行。马金兵是狼是虎扫沙墙，沿途中难民都在痛。青州人兵在归，是非须之间呐，归来堂上一片枯汤。幸亏乡亲也是相帮，相出财不私自内藏，趁着月色种在人乡。忘了，夫人，这几位乃是江南四旦进爵，特地为你置酒接风啊！夫人，你看，明人国难当头，离乡背井，何来雅兴万日？我等可是九娘李清照大名，一清早就眼巴巴等在这里呀。李一万去世，你总要救我们的面子吧？对，官才与秦王为敌，来几句打油诗，也不管我们见李清照一面呐。对，清照，那好，众位请吧。秦王无上风光好，烧烤无私夜望山好。佛那心机大名说，一句非议泪莫潲。这好。密达斯，不愧是李一安呐，粉子心一经根源。自烽火车里的青蛙湖，想到蒙水作乱的他名字，又风尘压死的风流趣味，想到分崩离析的他宋江山，佩服。
在南来途中曾写了一首绝句，借楚霸王故事风雨诗酒，而今朝野上下都在暗暗传唱呐。清早，你写了什么绝句？名人，你听上。千岁总把教示，英文中听，英文中听，夜心诉倦有余情，伤心正常伤尽平。千岁总把教示，英文中听，英文中听。法师，名人的病啊，我先开几个药方，让他服了试试。无论如何，不能再熬夜了。少夫人，你可要管好他了。法师放心，我这就去说药。唉，多好的夫人呐、既有才华，又有德行。明仁兄啊，你可要好好珍惜才是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天色不早了，洒家也该为林国士去了。法师慢走，老爷，林康将桌上的字帖拿来。法师，这是弥父弥南公先生的一幅字帖。名人虽长多年，
今日就让他发归原主吧。明仁兄今朝往常与我密是先生的手段，法师。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！请请法师笑纳。这是此平生就百里了。明仁兄，你要多多保重了。告辞。法师。老爷，老爷，锦溪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见你对君以后，怎么没有消息？见明他，怎么？你说，老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快起来，起来讲。老爷，不瞒你说，昨日我碰巧当听到一个人，是我见明一起对军的弟兄，他告诉我，见明当场受了伤，此间一个人在江南流浪。几位国家立了军功，理当得到朝廷封赏，似乎今落得如此下场。那人万岁，是今朝廷只想以军人义务，凡与军功者非但不赏，反要遣散呐。那见明为何不回来呢？这里不正是他的家吗？老爷，你哪里知道？见明的上司是至尊怕，他被罢了官，见明也受到了牵连。他不回来，谁怕连累老爷呀？哎呀呀，好一个糊涂的奸民啊！说是说非，难道老爷我还不清楚？锦溪，你去把他找回来，我要狠狠地骂他。明仁，老爷，老爷，锦溪，你快去呀！夫人，我是一心想去找他，可眼下老爷这病，叫我似乎开得了口，似乎放心得下呀。老爷与我照顾，你快把见明去找回来。夫人，你等一等。锦心啊，老爷可是家大业大，既然都辨认了这些死娃骨朵，你拿几件去路上用吧。不，夫人，你快拿去吧。夫人，老爷，见明我锦溪，终身都是老爷夫人的奴婢。不是亲人，是亲人，你懂吗？懂，我懂。
乱世，乱世啊！名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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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药煎好了，来，快喝下去吧。啊！名人啊，你可要听法师的话，不可再熬夜了。我知道。哎，夫人，你是乖是不乖？这样刚一喝下去，哎，竟仿佛神气上起来。夫人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莫非苏代之病有犯了？夫人，我好像生出一个疑问，什么疑问？我想，这读书人一辈子究竟应该做些什么？做些什么？在这动乱不停的年代，你我对国家的命运负力为天啊！我们只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可是今这国不像国，家不像家，连个完人的所在都没有啊！是我能做的人，也问你，这大半生，我是做官不像官，学问不像文，夫太也不济，不分都也不莫在为首心长落不为徒，此生你是生在豪门老农民，父义相思图，前心做呀文，三人家财为自所，坐拥宝贝家受骗，一步所讲金沙路。真实无为徒子生
今日是我，又是你我性命，丢掉一切，仿佛挖去一块肉啊！是啊，谁是他们，就如同谁是了你我的儿女啊！所以，我想及早把今日落写好，把这些珍贵的古董都记录上去。纵然8年之后东西不在了，可万无万在，还可以把他们找回来呀！是啊，明人想着今日落一书共30卷，上次下上最3朝，下起随堂附带，翻过来经文煞客，甚至记录于此。可供后人考据古证，考定故事，考证古文字，乃是为后人写成的一部书啊！只可惜书稿非人，早已病入膏肓，只恐怕你不要死，你不要再死了，是不是？夫人也懂。好像要拿老爷自责呢。冤枉，哟！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！明人出了什么事啊？哦，夫人，夫人，记得数年前我在莱州时，身为一位朋友，鉴定了一只药物。
不知为何，那只肉物竟转转埋到了精神手中。事情要说，是那只肉物原是我的，是我送进了精神。事情上的。一面万众于精神鬼火，一面又在笼络民心，居然不分是非曲折，决定了我的痛定之身呀！夫人啊，夫人，你可要为我作证，为我辩护，为我洗刷这几次大错！你不要急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啊？我要夫人做2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将所有手上都献于扫地，既可表明我的心结，又可避免孤独的生命。第二件，待我完成金沙罗诉告，让他累着死。名人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名人，夫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在青州时，神机重阳，在华阴一日进我看了是亏不是，但心恰不服。于是我费劲放着了3天3夜，写下了50句，其中有一用了你3句，已是朋友关子。可他们却是全是只有3句写家，便是你的，莫当不孝问，连卷西风身边我花手。夫人，此时此刻，我想用你的在华阴一日来表达我的心迹。女子
我真的不想走，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啊！乱山林野
见堂堂皇帝将无罪，过不过，嫁不嫁，不知是心头。啪啪啪啪啪啪，牵什么手上，摘什么银子，等什么冤枉，骗什么情缘，儿女子女千金也免说，有些相随无，莫是一言丢。且把珍宝，来收切莫是多论年月且把珍宝来收服，切莫是转乱年月间夫人，这位一品而用道。林康到了什么地界了？哎呀，夫人到了乌贼。记得明人上任来追之前，曾与位姓张的童年前来拜访，那人好像是身在乌贼。哎呀，是啊，夫人，那个人叫张世忠，听说是在乌贼当官啊。林康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那人还在不在？是在，便托他住过地方，我们就在乌贼安顿下来吧。哎，夫人，不再敢朝廷了。不在了。那么老爷的冤呢？情是情，说是说，总有识得情的时候。是啊，我看皇帝连事迹都顾不过来，哪里还顾得上老爷的事？把这些珍宝献给他，也是爸爸糟蹋呀。林康，你快去吧。哎，乌贼到了，乌贼了。不用虑，眼前莫非就是东阳太岁生涯第四的不用虑？只怕不用虑，从此便再无心事。
我倒不信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可惜空有绝句，无人聆听哦。好事啊！好事！30里清早，这是自身；一目快，更是丝线。只怕那九天之下的生涯先生也官拜下风了啊！你，哎呀，原来是张先生啊！真是小弟，想不到轻舟一瞥，竟在这福州重逢了。哦，少夫人，听说名人兄他，唉，不提了。哦，少夫人，朝廷上下都知李清照一路贼官朝廷，又投进家上，都甚为感动。大家都禀告了圣上，圣上得命侍主为这书官来将少夫人的孤独运走。随后，圣上还要当面召见少夫人。哦，少夫人，张先生，我想托你在梧州照顾地方，安顿财物，还请少夫人。刚才那位老家人说，少夫人要照顾地方，安顿财物，小弟倒是乐意帮忙。实不相瞒，少夫人的珍稀宝物，小弟刚才已经安排张贼上船，准备运到海上去。运到海上，张先生，这是为何啊？少夫人，在报会中写上贼，几岁军算将年纪，小弟亲自把官渡中不送上府人。张先生，少夫人，此际兵荒马乱，此船是海上安静路。少夫人稍待，小弟这就爬绳来接少夫人一同上船。张先生哎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奇怪，为什么要张贼上船？为什么要运到海上？你他身对船放空气，心惊胆战身已操，急忙高声管家人，林康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不好了，我们被人抢了！林康，你是什么？哎呀，夫人，那个张世祖本来是夫子之源，只因他团遭王法，屡屡降灾，使他和夫子园人串通一气，将我们的这位张上人用罪了。
们谁告他？可是向谁告？朝廷又不知在哪里呀？到国地不送到半步，总说奴才偏将心意，再抢不了只想击杀了，无数有死啊！我们的债务不还了！夫人，完了，都完了！骗子！怎么了？心疼，我们的孙子，我们的什么？我对不起你。母体里遭贫穷，谁不太心？梦中见不知觉，万事真。茫茫中心有谁？冰冷。刹那时自在身，归有是难。我仆家父上一地的变故，一位位的伤心，一重重的无奈，一连连的不幸。天哪，天哪，天我要呼喊一声不公平！天无限无知
好在我们还有精神了。哦，苏牛氏啊！哦，夫人，你看，你看，什么精神了？什么苏牛祠？什么朝廷？什么寺堂？哈哈哈哈！什么精神了？什么苏牛祠？都是没有用的东西。哈哈哈哈！伤心可伤心。九国，九国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老太太，侬喊我做啥？啊，请再送我一位酒吧，我为一种还你酒钱。侬已经受了发烧嘞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请再恕我一回，就一回。好，哎，今早就恕侬一回哦。哎，一碗怎么可以？要恕就恕一顿吧。好，一朵，哎，就一朵。那，哎，这是最后一位啊！多谢。真是不堪回首啊！想当年，梦来采唐园啊，酒兰古巴哟。就花千岗路足迹，锦绣坟葬十百重。今日何时乘飞去？真江山已不同。尽醉，观他大宋与萧瑟，不相互之放了是非罪。但愿人不心，臣下不去动，不去。酒官，拿酒来！不行啊！哎，照侬搿能样子哈，哎，我这个拘留嘛，也要不能吓空嘞！哎，我说过了，我一纵还你酒钱，哎，你为何不相信我呢？我为啥要相信侬啊？侬有那啥个东西来还你？我我写起故事。你拿去每位酒人便是了。侬可是能拿钱？哎，侬当侬是啥人啊？酒官，你就让他喝吧，酒钱由我来付。侬说我要算数？当然算数。好，哎，老太太，有人帮侬付酒钱嘞。我看这位夫人心中一定有悲痛之事啊！神山落魄，气度有才，仿佛一切都不在他的眼中。那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好。
你们看，那就是夫人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看看谁来了？林康，你可不能随便对人说出我的名字。夫人，对不起，请叫我老太太。夫人，我是静心啊。静心，夫人，夫人，我是杰明啊。姐妹，对，是我们呀，夫人。我和静心找了你许多年，谁知你落难在此，夫人，我们对不起你呀。什么对得起，对不起？夫人，想不到你竟落旁人这种样子，你叫我们见了好不伤心。不，我没有落旁。我是落在慈悲中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不要恨了。哎呀，你走开！我要喝，让我喝，让我喝。夫人，你不要再喝了。静心，你尽管对我发火。夫人，你难道忘记你是谁了吗？我是谁？是谁？我是谁呀？你是老爷的夫人呐。你竟放了老爷生前对你的敬重，对你的嘱托。你竟忍心困着80岁的老家人临康老吧，跟着你生气连我担惊受怕，弯肚着背，弯着腰，背着那一箱金子路和素肉似的水缸，你放了老爷的死稿，我没有修订好，冤枉我没有早些。你放了，你是老爷的夫人，放了，你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嘛？你，夫人啊，夫人，你该醒醒了。杰明夫人，林康老吧，你们看我，生不将生，死不将死，一生落魄，两岁苦苦，我连一杯酒都喝不起呀！原其是，你有死，你有子，这是你李清照最大的财富啊！东吴大军亡魂后，有安相应时，莫道不孝文，列军信奉，怎必枉花时？
去东，麻木了心忙与谁用？只因害怕心事重，便把那伤痛带酒中。今日忙着究竟。老朋友，你生贵重情呀，似相伴，边求谁做心事，家着真。你扶上北京早算，无非是生到乱世情多舛，国破家亡非礼不，有空。明人活着的时候，生活我大人，在这动乱不定的年代，我们多数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多年来，我凄凄怆怆，情情灭灭呀！你看我。300两战弹酒，醉生梦死。可我心中放不下的是名人的金日罗啊！但是我要完成金日罗一书，我要继续电视。好，老衲今日就为此事而来。实不相瞒，我已花了1笔元，准备刻印金日罗和素玉瓷。哎呀呀呀！多谢大师。
有句是老衲今日开解，要敬你一杯。来，大家也敬他一杯。对，我们大家敬他一杯。此次大事起，众位请。老太太，不，有句是，侬可从来没欠过我个酒窖。千万劫，岂可拉杂？我还是万里修心事吧，去拿纸笔来。看呐，夜落了，唉，总是伤心的时候哟。星星明明，冷冷清清，清清川川凄凄。乍暖暖丝。星星一明，冷冷清清，凄凄川川凄
叫翠笋，此今有瑞看色，虽然沧海都是人生的梧桐更见细雨到黄昏，点点滴这次的，这次的。